今集介紹沖繩旅遊攻略，帶你去海鮮市場玩水上活動，遊覽美國村睇毒蛇表演，仲有去飲當地出名嘅蛇酒。當然唔少得就係飲沖繩啤酒，打覽下呢度嘅大自然風景，仲可以零距離咁體驗野生動物園。入夜嘅話，仲可以去海邊睇沖繩日落。當然唔少得就係最浪漫嘅沖繩煙花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介紹沖繩5日4夜環島遊，適合任何情侶、朋友同埋一家大細。我哋而家即刻出發去沖繩。咁呢，我哋就喺沖繩嘅南部開始玩起。第一站呢，就去沖繩世界文化王國。呢個景點呢，有蛇嘅研究所，你會見到入邊全部都係蛇，仲可以品嚐過百年嘅蛇酒。你冇睇錯，係有35度咁多。我自己呢，就唔夠膽試啦。我驚啊！點啊？喺嗰度咧，仲可以睇下當地嘅民族舞蹈表演，仲有呢個佢哋叫哈布毒蛇表演。咁佢哋呢啲表演呢，一日只有3次嘅啫，大概就係20分鐘。咁毒蛇咧就會做一啲簡單嘅動作表演，可以近距離觀賞。仲有臭游鼠表演游水，超級可愛。去沖繩世界文化王國嘅主要目的呢，就係睇呢個大名鼎鼎嘅玉泉洞。咁佢入邊嘅環境係非常黑暗狹窄，樓梯都好斜，但係非常值得一睇。由於四圍太黑嘅關係呢，睇相係比較清楚。呢過百年嘅鐘乳石呢，配上湖水同埋燈光呢，場面都非常壯觀。嚟得沖繩南部，一定要去呢度嘅著名景點國際通。佢係一條好有日本風格嘅商店街，經過一定會見到呢間好出名嘅 Blue Seal 雪糕，記住要試下佢哋嘅鹽味雪糕啊！咁我哋去嘅當日呢，正就係佢哋嘅空手道節，成條街都封上咗，咁佢哋就喺度表演空手道，係非常欣賞佢哋好有 passion 咁樣去宣揚呢個文化。之後就喺國際通好隨意揾咗一間日式燒烤店，再飲下沖繩嘅啤酒。記住呢款啤酒啊，好出名㗎。好啦，嚟到沖繩點少得水上活動呢？玩呢個 flyboard。教練呢啱啱就教咗我哋啲動作，我哋轉頭就會我度坐呢個 jet， 佢就去呢度玩。今次呢係我第一次玩，我非常期待。我喺呢個平台度訂購嘅，大概人均300幾，連同學習基本動作同埋出海呢，全程就大概1個小時。咁我覺得已經係非常之足夠。只需要學習基本嘅平衡，唔識游水呢，其實都可以。咁重嘅呢個嘢？你落到去就唔重嘅啦，有啲緊張添。冇錯，我游水一啲都唔叻，玩之前係極度緊張，我就係咁樣浮浮沉沉咗好多次。但係呢，最後都俾我成功噴射到水面。中意刺激、中意玩水嘅呢，一定要試下玩，真係好好玩。好啦，跟住呢，就介紹下沖繩嘅中部美國村。呢度呢，係我非常之推介嘅一個景點。喺呢度呢，可以玩大半日或者1日，無論係食嘅、打卡影相嘅、玩嘅，通通都有。喺嗰度係非常之舒服寫意。咁我哋而家呢，啱啱就去到咗美國村，咁就揾咗一間食 burger 嘅餐廳。哦，呢個係叫咩 Texas Burger。比較誇張，我都唔夠大。呢間 burger 啲肉非常嫩，非常入味，好味。雖然呢，我唔記得咗佢係叫咩名啦，但係呢，我覺得喺呢度求其揾一間呢，都會好好味。之後呢，我哋就周圍行下，呢度有好多好特別嘅商店同埋食店。嚟到日本，嚟到美國村，一定要做嘅呢，就係影貼紙相啊！呢個係日本嘅文化嚟㗎 ，baby。我哋而家裝飾下先。好唔得啦，眼睫毛有蛇精咯。重點嚟啦，嚟到美國村，你一定要留翻啲時間去呢度海邊睇日落。
真係好靚，係非常之值得嘅，仲可以一路飲啤酒，一路望住個海。我哋仲非常慶幸咁樣遇上美國村放煙花嘅日子，真係超級滿足啊！去到美國村呢，記得去食呢間牛骨湯拉麵，佢好味道，我而家仲記得嗰陣味。嚟到日本一定唔少得就係食海鮮啦。今站就嚟到喇叭拍港海鮮市場 market 咧，比較簡陋咯，啲燈有啲暗暗地。但係啲人話呢間呢係性價比最高嘅，抵啲咯。我哋就即刻睇下。呢個有啲拖羅，你喺入邊買完啲魚生呢，就喺呢度食嘅。蝦我都想食。嗰度有新鮮嘅長腳蟹、龍蝦、即開即食嘅生蠔、超級大粒嘅帶子同埋八爪魚，我最中意嘅海膽。佢話呢度隔離咧係個漁港咯，係個碼頭，所以佢話佢啲係啊，睇下啲龍蝦先。呢個超級巨型叫車渠貝。呢度嘅市場呢，有海鮮餐廳，亦都可以直接喺攤位上面揀自己中意嘅海鮮，然後呢，再俾餐廳幫你現場加工，無論係清蒸啊、烤啊或者即食呢，都可以嘅。不過難得嚟到呢度呢，我就中意食新鮮嘅魚生，唔需要煮熟，即開即食，食佢嘅原味。即食生蠔，唔知檸檬啊？會唔會好腥啊？我哋喺呢度食完魚生，隔離就係個魚港。佢呢度呢，好早就會開門噶啦，大概下晝5點呢就會收鋪，所以建議早啲去。海鮮呢都會新鮮啲。好啦，我哋食飽飽之後呢，就自駕去其他景點，同樣都係圍繞中部。其實呢度好多景點，點與點之間呢，大概都係30分鐘嘅車程。今次呢，就嚟到中部嘅 Neo Park， 咁佢門票方面呢，大人就係1300 yen， 小朋友就係700 yen， 小貨車呢600 yen。我非常建議呢，要坐埋呢個小貨車，即時購票都可以嘅。呢個模仿巨大岩石嘅入口，我哋即刻入去睇下。呢個每30分鐘一班，全程大概20分鐘嘅蒸汽小貨車，會走勻成個動物園區。夏天日曬雨淋呢，唔想帶住小朋友走，一定要坐呢個小貨車。環境呢都非常之靚。望住你啊！陣間俾人攻擊啊！佢而家要去餵雀仔啊！我驚！超大隻！好 shit！你生個靚仔。呢度係合法安全地咁樣餵小動物，可以喺門口買飼料，仲可以親親抱抱小動物，真係完全零距離啊！仲可以摸下超可愛又主動嘅水豚，行行下仲俾我發現咗大嘴鳥同埋樹懶。如果你中意日本又中意大自然，沖繩絕對係一個好好嘅旅遊地方。希望你哋中意我呢條片啦，記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